大家好啊，今日又翻嚟斗數實驗室嘅時間啦。咁今日就唔講星耀嗰啲嘢，講翻個命例。個命例咧就係講解一個例子喺2年裏面咧，使咗20-30萬去攞嚟打機玩翻啲手遊 game 嘅情況嘅。咁呢個例子正正就係自己本人，我自己嚟嘅，係啦。呢個係我以前一個叫做唔識理財嘅一個後果啦，係啦。咁我講翻自己嘅本先啦，我自己以前就天同係啦，在亥宮。咁就六傳嗰啲孤神咁咧，基本上我自己本身個性格都比較中意舒舒服服咁樣嘅，特別是翻到屋企咧，中意匿埋屋企啦，唔中意太即係 social 嘢太多嘅話，都唔係太自己中意嘅。咁啊，單純講翻即係自己一般即係自己嘅命盤嘅話，六親關係嗰啲之前都講過噶啦。咁我同我爸爸嘅關係都麻麻地嘅啦，咁叫做緣分比較薄啲啦，係啦。咁啊，父母宮武曲化忌加埋自化忌擎羊天府呢啲，佢嘅情緒唔好啦，咁就講嘢比較直接咁難聽少少啦，係啦。咁就同佢都冇乜幾句嘅啦。咁啊，主要今日講解翻嗰個情況就係點樣喺2年裏面就係使20-30萬去落去打機方面，即係自己嘅理財觀念有啲問題，係啦。咁啊，睇翻我哋即係當初我課金記錄先啊，Pay 商店呢啲就2015年開始，基本上 keep 住佢2016年開始嘅話咧，全部你見到呢啲都係課金去打機嘅嗰啲錢嚟嘅。實際使咗幾多錢我冇認真計算過，咁但係都唔少，我諗都有20-30萬，全部都係啲課金打機嘅錢嚟嘅，係。咁啊睇翻命盤先啦，用翻本命盤解釋翻啦，係啦。咁首先用自己嘅命宮啦，身呢個位做翻個飛星四化嘅解釋啦。咁首先呢啲，譬如你身個陽谷昌嘅話咧，即係個四化嗰個表，你見到化權入福德宮，即係中意享受，即係中意亂使錢，中意買嘢咁樣嘅，即係見到自己中意嘅嘢就會好肯錢去使錢去買咁樣嘅。咁變相嚟講，你權入福德就會衝翻個財帛宮，因為權又為小忌啊嘛，咁衝翻財宮，變相嚟講你嘅錢財啊處理方面嘅話咧，理財觀念都麻麻地嘅啦。咁又以右者身化科技入翻個財帛宮，咁變相嚟講，既有一個虧欠位啊嘛，即係自己不斷想去有個叫做去賺錢，但係賺完錢之後又攞晒啲錢去玩啊，落去買自己中意嘅嘢，變相有啲權技交戰咁樣咯。咁就變身我以前嘅理財習慣都係叫及時行樂啦，咁就冇太多嘅多餘錢嘅，中意就買，中意就使咁樣嘅。咁就導致喺2015年、16年呢兩個年份嘅話咧，都使咗頗多嘅錢落去啲課金啊、打機方面咁樣嘅。好嗱，講翻2015年嗰個大運先啦。2015年開始24至33歲呢個大運啦，係啦，大限嘅命宮就太陰、太陽、零星，係啦，咪化科、自化科都會有嘅。然之後咧，你睇翻嗰個大運嘅財帛宮啦，睇一睇個飛星嘅四化嘅流向啦。咁就大有限嘅財帛宮呢一度啦，大財。咁變相嚟講咧，佢呢個叫做四化會飛一個叫己卯貪梁曲文曲化忌去衝翻自己嘅大限嘅命宮，係啦。咁變相係點演繹嘅話咧？因為文曲文昌文曲嘅話，都係一啲以係一個書信啊、學業啊、債券啊啲為主嘅，又可以演變為成一個股票。咁呢個大限嘅話咧，其實簡單啲嚟講咧，如果我早啲學紫微斗數嘅話咧，我唔會再去玩股票嗰啲啦。基本上，因為呢個大限自己都想賺多啲錢啊咁樣啦，咁就有玩下股票嗰啲，但係自己又唔係太熟。咁變相嚟講，呢個大限咧，投資真股票都係蝕錢嘅，唔知點解好奇怪。有時投資買完隻股票咧就會停牌，搞一大輪之後先復牌又跌咗，咁又蝕錢咁樣咯。係啊，咁其次就係講翻嗰個叫做2015年嗰個情況咁樣啦。2015年係啦，咁睇呢個位置嘅，行到去本命嘅財帛宮，咁留意翻，如果可能你按照呢個情況，大限遷移宮、流年嘅命宮或者本命嘅財帛宮，咁有機會你行到呢一年嘅話咧，嗰年有機會發生啲財務關係嘅，咁啊自己留意翻都就可以嘅啦。咁首先啦，咁就呢年2015年，咁點解會有個叫做將啲錢全部抌晒落去課金啊、打機方面咁樣咧？咁啊，首先用一個叫做大限去做一做個飛化先咧，即係飛星四化，大限嘅財帛宮寄入去流年嘅命宮，
係啦，咁變相嚟講呢個情況其實叫做嘅對個財運唔係太好嘅。其實忌入嘅話咧，本身呢個命無主星，雖然佢有個副星喺度，其實呢個情況咧，我哋都會叫做其實叫是要沖呢個命嘅，即係大限嘅財帛宮，其實對視同係叫做忌入去流年嘅遷移宮去沖翻個流年命宮嘅。因為本身嘅命無主星嘅話咧，雖然佢都有副星，但係視同要忌入，亦視同係為沖嘅。咁變相嚟講，呢一年嘅流年嗰個叫做財運咧，都麻麻地唔好噶啦。如果再去可能自己再有啲唔好嘅投資一方面嘅話咧，其實都根本上都係蝕錢為主噶啦。至於股票嗰啲情況，揾唔翻當時個記錄，因為當時蝕太多錢咧，嗰陣時斬手指將個成個股票戶口咧 delete 咗，所以揾唔翻舊記錄，只可以揾翻啲舊嘅課金記錄喺度咯。咁啊，講翻嗰年流年嘅叫做命宮先，流年命宮呢度啦，命無主星借對方對宮，全部嘅星要過翻去咯，係啦。咁啊睇翻呢個流年嘅命宮啦，咁啊嗰個四化嘅流向啦，丁呢個宮位。丁就陰同機巨啦，巨門化忌入財帛宮，流年嘅財帛宮係啦。咁變相嚟講咧，其實啱啱講啦，因為你呢個叫做呢條線咧，財福線咧，命無主星嘅話咧，其實等同係變相嚟講係流年嘅命宮咧，忌沖流年嘅財帛宮嘅。因為如果你話呢個宮位流年嘅福德宮，如果佢冇主星嘅話咧，佢四化唔到入去噶嘛。咁變相嚟講，其實有少少係唔公平。所以我哋學理上嘅話咧，譬如你命無主星，或者呢個宮位冇主星嘅話咧，其實呢個四化向咧係視同沖嘅當年嘅財帛宮嘅。咁變相命忌入福去沖流年嘅財帛宮嘅話咧，即係流年命宮化四化去入流年嘅福德宮，沖翻個流年嘅財帛宮，意思就係代表住呢一年咧，就基本上係將啲全部嘅叫做嘅四化流向擺塊喺嗰個叫福德宮度，即係科技。因為你忌入福德嘅話，意思代表上享受，即係都係有代表住用享受嘅方法去沖你嘅財帛宮，即係亂使錢。因為嗰陣打機都幾爽嘅，打機打到係可能玩到全 share 第一嗰個做埋盟主嗰啲咁樣嘅。咁變上嚟講嘅話咧，嗰年開始就15年開始就慢慢咧，將啲即係大部分嘅錢啊，就全部攞晒課金咁樣嘅。當然往前幾年嘅話，都有啲投資股票嘅，其實都係損手離場嘅，到最後將個股票 account 取消埋添。咁啊，2015年嘅情況就咁講解呢度啦，係啦，基本上就係流年嘅命宮啦，沖翻個流年嘅財帛宮。咁嗰年基本上你自己可能你有一個投資方面嘅話咧，都要主要審慎啊，因為呢情況嘅話咧，通常自己嘅判斷能力會比較差少少嘅，係啦，因為始終你個命忌入係一個巨門忌沖嘅話咧，巨門有一注負面嘅能量，可能自己當年嘅情緒會唔係太好咁樣咯。因為佢呢個其實呢個流年嘅財帛宮、流年嘅福德宮，因為呢個冇主星，其實視同係借翻呢個宮位嘅全部星曜去做翻個叫做借宮咁樣咯。係變相嚟講咧，其實嗰流年福德宮嘅話咧，佢都係叫做巨門化忌，變相嚟講嗰年情緒都唔會係太好咁樣嘅。咁啊，去到2016年啦，咁2016年其實一見到咧，之前都講過啦，地空地劫嗰個威力嘅話咧，咁基本上你嗰年凡係投資啊，或者做一啲財務上嘅策劃嘅話咧，都比較留意係啦。呢個地空地劫對你嘅影響，譬如你可能會投資錯誤啊、失利咁樣啊，啲外在嘅環境令到你投資破財咁樣嘅。咁再睇翻即係大運嗰個情況，對翻個流年啦。流年命宮廉貞地空地劫係啦，咁基本上呢年嘅話咧，都唔適宜去投資啦。睇翻大限嘅叫做財帛宮先，做翻個飛星四化，你見到咧係啦，咁啊大財化權沖翻個流年嘅命宮，咁啱啱講過啦，權為小忌，其實呢年嘅話咧，財務壓力嘅話咧，都係麻麻地嘅，其實基本上係對自己個財務嗰個方面嘅話咧，要審慎，主要去慢慢理財為主要比較好少少咯。咁但係依然啦，我因為嗰年開始即係上年開始2015年開始嘅話咧，就慢慢沉迷喺呢啲叫做課金打機方面咁啊，不斷使錢抌落去嘅話咧，咁去到2016年嘅話咧，基本上大半年嘅時間咧都係依然係呢個狀況咁樣啦。
咁啊睇翻當年嘅流年嘅財帛宮咧，就呢一個宮位啦，係啦。甲做一做飛星嘅話咧，佢係見到叫流年財帛宮咧，流年嘅四化忌入福德，叫沖翻財，即係流年嘅財帛宮沖翻本命嘅財帛宮。咁變相嚟講，都係一句啦，財運係唔好噶啦，財離你而去啊。基本上其實唔關第啲人事，係自己可能按照本身嗰個叫做使用習慣，因為我即係本命嗰個叫使用錢財嗰個方法嘅話咧，都係比較中意享受。咁變相嚟講咧，自己玩得開心喺度，不斷將啲錢咧抌晒落去打機方面。咁變相嚟講就有好有唔好咯。咁曾經都叫開心過嘅，係咪先？咁基本上你見到流年財帛宮化忌入翻流年嘅僕役宮，沖翻兄弟宮，其實又係本命嘅財帛宮嘅話咧，嗰年投資方面都要審慎為主。再加上地空地劫嘅話咧，其實話整個大運嘅話，投資方面都係麻麻地嘅，基本上投親即係買親股票都係輸嘅。咁變相嚟講，當你單純你唔使到你可能你唔識睇嗰個叫流年嗰個點樣去睇嘅話咧，你單純你見到你可能你用大限10年期間，你大限財帛宮做一做個飛星四化。咁基本上咧，佢哋見數你可能你忌沖係沖翻個大限嘅命宮，或者沖翻個本命嘅本命嘅命宮或者本命嘅財帛宮嘅話咧，咁自己理財都要小心啲。其次，你睇埋呢個24至33呢個係啦，佢都係同一個情況，佢大命呢個宮位癸呢個四化，呢個四化係癸破巨陰貪巨門忌，都係權入大限福德宮，即係享受中意想買亂使錢去沖翻佢大限嘅財帛宮。變相嚟講呢10年咧嘅理財嘅方面咧，其實都好有問題。然之後再配合翻咧，2015年開始嗰個即係叫做盤嘅流向就係啲引爆點啦。2015年啦，2016年嘅話咧，就導致呢2年嘅時間咧，自己不斷去使好多錢落去呢個要手遊啊、課金打機方面嘅話咧，就係咁樣解釋翻嚟嘅啦。咁點解會咁情況咧？我都唔知，可能冥冥中真係有個注定，命盤上會顯示俾你睇，只可以講自己唔早啲去學紫微斗數咁樣咯。咁啊，今集就講到呢度先啦，簡單講一講，即係我用我自己本身自己嘅例子去講翻流年，即係理財習慣有問題嘅情況啦，係啦，點樣會破財啊方面咁樣啦。咁就有機會下次再講翻唔同嘅例子或者星耀咁樣先。好，咁啊，下次見啦，拜拜。